詩篇記91:14咁樣講到，真正係講自家嘅信任問上帝，上帝甲自家撇走，佢甲自家攔走，因為自家信上帝，自家信任耶穌係上帝，自家嘅信任問上帝，懇請上帝，自家有問題有痛苦，佢能夠看待自家個，佢甲家撇走一切嘅傷害，一切嘅危險，佢甲撇走。因為睇緊記91:15節咁講到，係講自家死嘅，自家求嘅，自家禱告對於佢嚟講，佢答應自家。佢要自家同齊，在自家白色之時，自家要痛苦之時，自家同齊；自家要痛苦之時，佢看待自家一個，佢俾家真嘅力量，俾家強嘅力量嚟過途途節節嘅痛苦，途途節節嘅白色，因為自家嘅信任問題，佢家同齊，佢看待自家，佢家撇走都係講到，佢看待自家過途途節節自家嘅苦衷，途途節節自家嘅痛苦，嘛今日自家。寫緊你喺度，自家嘅心中係仰望上帝，在耶穌基督自家得到佢嘅恩典，阿門。